政府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嘅發展，喺成個發展藍圖，古洞北將會成為宜居、宜業、宜遊嘅世界級智慧新都會。會德豐地產旗下旗艦住宅項目 Park Silicon 正式登場，已經成為咗市場嘅焦點，未開售已經引起好大嘅迴響。Park Silicon 呢個名靈感正係源自美國矽谷創科重鎮，項目外觀採用流線型嘅玻璃幕牆設計，充滿國際視野同未來感。項目由2座物業組成，合共提供781個單位，間隔涵蓋1房至3房嘅多種戶型，標準單位上面積介乎大約310去到600平方尺。無論係上車客、換樓家庭，定係長線投資者都啱晒㗎，可以迎合到唔同買家嘅需要。當中2房單位佔大約60%，設計靈活實用，佈局亦都相當見使。講到交通配套，呢個絕對係 Park Silicon 備受矚目嘅賣點之一。皆因Park Silicon距離港鐵第100個站並且即將開通嘅古洞站，只係需要大約2分鐘嘅步程，更加會設有有蓋嘅通道可以直達站口，真正做到無縫接駁東鐵線同未來嘅北環線。先講東鐵線，佢帶嚟嘅係極速雙城通勤體驗。向北走1個站大約7分鐘就可以到落馬洲，亦都可以坐2個站經上水大約9分鐘就可以直達羅湖口岸。深港無縫銜接，無論係跨區返工、週末北上消費，定係探親旅遊，都係話咁快就到啦。而向南走嘅話，就可以一線直達金鐘、灣仔等嘅港島核心 CBD， 大約45分鐘就可以直達香港核心嘅商業區，盡享國際都會嘅繁華節奏。至於北環線，主線貫通咗東鐵線同埋屯馬線，將來全線通車之後，由古洞站去到錦上路站，車程大幅縮短去到大約12分鐘。暢達新界西之餘，轉乘屯馬線之後，來往港九新界都係4通八達。而支線就會直連新田科技城同埋河套區港深創科園，為創科專才提供最便捷嘅通勤路線。仲有就係由 Park Silicon 出發，可以20分鐘內輕鬆抵達5大陸個口岸，盡享大灣區嘅生活圈便利。無論係商務往來、消閒娛樂、探親旅遊都游刃有餘，真正做到雙城生活冇難度。皆因 Park Silicon 自設大約10萬平方尺嘅基座商場，總共有2層，涵蓋咗衣食住行各類嘅商鋪，而且同住宅係同步落成㗎。換句話講，住戶一入伙就可以享受到完善嘅生活配套。另外，為咗便利區內居民生活，政府亦都投入咗非常龐大嘅資源㗎。斥資近8億元興建咗2棟聯用大樓，10多個政府部門將會陸續遷入。2棟大樓內將設有過千座位嘅劍擊主場館、體育館同埋門診診所，預計會喺2029年至2030年相繼落成。相信往後隨住大批公務員團隊進駐，區內嘅住屋同埋租賃需求亦都會持續增加㗎。項目坐落於呢個北都嘅核心位置，區內嘅學校、商場同埋政府大樓陸續進駐，住戶可享10分鐘生活圈嘅便捷體驗。整體發展規模、生活配套實力可媲美啟德站及將軍澳蘭，同樣係 Park Silicon 發展商過去成功發展嘅新區。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由4大核心產業引擎一齊推動，發展嘅潛力可以話係全城關注焦點。區內重點基建包括咗2個合共300公頃嘅創科園區、創新科技園區同埋河套區港深創科園，規模有成17個科學園咁大㗎，勢必吸引大量嘅企業同埋專才落戶。再講2個站可以到達嘅牛潭尾大學城，將會興建香港第3所醫學院，相信會吸引多間嘅本地同埋內地頂尖專上嘅院校進駐。呢2個關鍵據點將由北環線貫穿連接，北部都會區嘅創科同埋教育藍圖正由呢條鐵路逐一實現。所以話 Park Silicon 坐擁北部都會區嘅核心地利，盡攬鐵路樞紐優勢，加上創科引擎帶嚟嘅龐大發展動能，配合5大口岸無縫連接大灣區嘅便利，無論係自住嘅便利程度，定係長線投資嘅潛力，都係市場上極之罕見嘅機遇嚟㗎。全城關注絕對有佢嘅原因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項目資訊，歡迎聯絡美聯物業前線同事，我哋樂意為你詳細講解。